咱咩物代，伊叫咩破客栈，拢客栈什么话，韩语面的都做，拢客栈什么话，咩话是客栈，咩话是客栈？买以来行。石頭，洗面劑，洗面劑，草，買，安，冰烈，就那節，得的，買，以來，行，就頭。洗面劑，草，買安便，你就那劑，買以來行就頭，洗面劑，可能是 Passover， 就是那个逾越节。草买安饼的酒的节，不按酵母的饼的节，就是这个节。不按酵母的是不是叫做无酵节？没有酵母的节。買以來行就頭，洗面劑草，買安餅的酒的節。要座礁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。